高雄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人员，拜市去高雄田寮、甲台南龙家这甲界山区要做电力的施工，不过怎煞是找无到，无细枝跋落去六公煤内底，伊规个人险险啊，就去互烂头抬起来翕死，加在吊伫遐2点钟，才互人救起来。来，再慢慢来，可以让您来哦，一点点就好。手救人员合作，豆豆溜索啊，要将六公煤内底人救起来。高雄这位台电人员，则是暗时到田寮甲台南龙家山区交界处处理电力施工，伊唔知路，尾仔又搁落伫溪流边啊六公煤内底，规人险险就要互烂头抬起来，状况真危急。过程中会当看到，这个查甫人规个人已经无力，经过6点钟的抢救，总算顺利将人救出来。伊规身躯拢是土。根据消防员表示，因为地点伫溪流边啊，土坝真酸软，来增加救援困难。消防人员到场时阵，烂土已经到伊的胸坎。现场泥淖松软，且具有粘土的成分，患者的下肢已被固化的土质包覆，脱困不易。且抢救人员没有坚固的立足点，增加抢救的困难。受困6点钟，加在嘛是互人救出来，查甫人性命稳定，并且送病院治疗。伊应该想袂到，出门做工课，煞险险无命。记者钟义辉、柯昭勇综合报道。